咁有冇發一日挑戰第82日？哎呀，這是什麼？什麼創造學啊？今日我嘅目標係要同屋企人連接。我今日我咁樣就可以剪一條毛巾，可以剪到變成一個四塊布，好咁樣就可以同埋一齊玩，可以同埋一齊食嘢，可以玩 BB 車，可以玩食嘢，可以玩同爸爸一齊玩，可以瞓覺，可以曬太陽。好感恩我可以呼吸，可以行嚟行去，有手有腳有頭有身體，然後我嘅身體好健全啊，有好多嘅活力，仲有好多嘅學習能力。我好感謝阿仔成日陪我拍片，好感謝我老公成日都認真對待我，好感謝我個父母都健康，好感謝我嘅兄弟姊妹越嚟越容易溝通，我好感謝我嘅朋友同我一齊成長，好感謝我嘅遇到嘅陌生人都會欣賞我，好感謝呢個世界好 welcome 我。好而家我好快樂，因為我有我嘅家庭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 happy。如果中意就 like 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